参加相夫妻郎5行3鞠躬，前倒鞠躬，再鞠躬，3鞠躬，参加前人鞠躬，参加不前人鞠躬，参加各位点人士鞠躬，坤倒鞠躬，再鞠躬，3鞠躬，参加前人鞠躬，参加不前人鞠躬，参加各位点人士鞠躬。班开始，相夫妻郎5行3鞠躬，前倒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倒1鞠躬，再鞠躬，3鞠躬。请讲师慈悲，前倒鞠躬，坤倒鞠躬，讲师晚安。请坐下。就是讲迄个新冠肺炎疫情的时代嘛，所以就要挂即个口罩啊，你迄口罩拢要生产的，你啊咱台湾生产的迄种挂，咧挂讲，你也较袂疼，啊咱疫情着爱挂，你啊讲挂不讲会疼，挂不会疼，迄种就是像迄种大较易的，啊，佮等于啊放来咱拍干，拍来挂即只挂即只了，即只甲冰过了，冰了那挂起。讲安尼较好喘气，即只较好喘气即个嘛是看网络影片做一个参考啦因为今年做比啊，讲迄个我学习啦咱因为咱今仔日才有机会做伙来参加即个感恩班当然，咱当然上天主庇多数方主跟所有人为了人带对了因为了天人广大的心应要在地国是因咱今年不今年咧就比赛会跟法师咱影子好伊今年咱无去年咧到帮忙互一个学习的机会啦因为即个讲因为受业。人为受力所以讲探讨一寡迄个咱平常时心内想的代志以早我咧练的是讲做开智慧啦因为讲到即个开智慧咱着重咧讲的开智慧就是讲名师指点的名师指点开即个窍智慧咱若对外国去找迄个智慧会晓呢因为国教经典咧讲智慧无相像的咱有教咧讲咧智慧妙智慧咧清净无染的，所以伊名叫做法界呢对即个法界内底就讲着文字法界、观照法界、是上法界我着做无共款的无简单即个要翻译做即个相对的字就无简单的敢若用迄个相近的字音古早印度为音相近的字可以组合创造出来唐朝时代的像咱安尼讲台语的因为咱一般咧想的像讲无名师指点开窍咧想的。开智慧拢是想讲加看加听加学歌就会开智慧。若有教咧讲清净庄智慧如海三藏十二部经释迦牟尼佛讲自性流露明心见性自性流露所以讲讲经也不离自心讲法不离自性万法由心生，万法由心灭心生种种法就生，心灭种种法就灭咱即个科学讲咧探讨是讲有即个正物质甲反物质
安尼，若咧讲迄个电学讲就是正电跟负电若讲咱人的身体就是有一个真，有一个假真我就是即个叫慧命，若假我叫肉身的生命。咱嘛知影讲生命有限非命无穷生命有限，慧命无穷所以追求即个慧命就修行的保持即个清净莫讲做业将来就去受迄个苦报，讲自作自受。所以爱学迄个佛菩萨莫做迄个恶因讲菩萨行迄个因众生着行迄个果众生也是会占地位无想对迄个讲莫做恶因爱源头爱顾正顾清净袂讲到迄个支流啦、下流啦变迄个负降就去经历就去做无用的所以讲咱会当讲本来无一物人本来无一物啦高处也平安啦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初心得了成佛会当去找到迄个本源所以讲爱明书几点呢？咱开窍门的咱会当人受因果找到真我咱袂讲伊假体带造业的人受因果人力归真要看说人力归真最后嘛咧讲咧真佛教嘛咧讲爱断迄个业，净真断破正真的所以可见就是像迄个道家咧讲的是啥？还本归真还本归真讲着迄个真甲假所以讲迄个真就是慧命，就是咱的良心本性当然名称不地方啦佛教咧讲的名称不地讲着道啦，讲着法啦，讲着自性啦，讲着良心啦，讲着本性啦遐佫有诚济自性空空佫有诚济善啦咱道啦地方的讲法较济所以名称无共款意思拢咧要找着即个真主啦慧命因为咱知影讲即个学迄个物理学电学啦知影有即个正电有即个负电咱嘛知咧讲就研究对即个正物质甲反物质，正物质就是甲咱的良心本性有关系反物质就是即个肉体。毋是，咱想倒反，讲倒反安怎是安怎在讲倒反？因为对物质来讲，若是正，安尼应该是即个假体的即个部分若要讲物质是正应该是即个假体的部分所以这个灵性的部分就是超越要超越物质的，要超越物质当然就是咱的灵性自性咱会歹的，那是有的正物质，有形有相的拢有毁坏的一日无形无相的那是当引进这科学家咧讲对即个迄个什么宇宙间的大爆炸，那个产生那个星球，大爆炸的时候就产生迄个有正物质
佫有反物质，真物质累积起来变一个星球。到底反物质到哪里去了呢？反物质咱目睭肉体看无啦吼，无认出几点咱唔知了吼。不过应该照迄个讲法有真物质的，应该有反物质咱世间人敢若目睭看迄个微微什么物件唔知影讲有即个无形无相的灵性所以讲起咱人的肉体讲咱人的肉，讲咱人的心所以即个人字都有真有假，真的部就是咱的灵性和性假就是即个会歹的肉体的正物质，咱就有性灵性这反物质。这若无认出几点，唔知影人佫有性、真性、灵性咱认即个假体为我差别差伫遮差足多所以讲有智慧无智慧差足多有智慧知影人要追求即个无穷的慧命咱若无智慧，咱敢若为了即个假体讲食做困还是做业两修做罪将来佫轮回受苦差足多呢一个对了，一个上心一个人要上升天堂会等于过家庭一个是对了受地狱的地狱的苦害还是佫较严重18地狱，还是阿鼻地狱无间断的痛苦所以要找着好路讲到智慧要想着这样济项因为最近听着讲教咧论咱互咱做参考课纲嘛是会当帮忙咱悟即个道讲法无共款个名称无共款以早阮这边咧太贵了临房书讲到对迄个能量讲到对能量，讲到对即个反物质咱的人的意识咱人的意识就是反物质，意识就是反物质意识的根意识的根应该是第七世末那世，第七世末那世前六世是即个末那世生出来的，前六世是第七世末那世生出来的差足多无研究过咱真正唔知影。一般咱以后要受教育，咱敢若知影讲意识潜意识以早咧学的就是听着迄个西洋的精神分析学家，西洋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互人弗洛伊德，阿弥陀佛，洛就是洛阳的洛洛克的那个洛，那边是一个各一的洛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伊有咧精神分析学伊拢咧研究迄个做梦的梦其实就是第七识那是真正的意识，因为咱前六识意识就眼耳意识心性就是第七识生出来所以讲第七识叫意因意识的根源
啊，成为迄根本嘛吼，咱会生出其他一条筋嘛吼。人咧努力开啊内底一片纸才大片即摆甲放转即个保特瓶，即顶悬都有加多加灰即碗的纸放转保特瓶顶悬，即个有水尽量落去温住迄个下骹我放久会甲发筋出来啦，会发筋出来按旁边倒去啦袂爱叫，伊有咧较尖的顶悬，较贵的下底像迄两个人嘛是有迄个两脚来看，嘛是有迄个较尖尖的，嘛有迄个较圆顿顿的较贵放来为了爱放落规工，那会生筋出来，皮做好迄个，袂甲黏清气较袂生膏啦无搁烫一根毛迄个皮可能久会生膏咧。若要生筋进前迄个籽发红色的呢。即马两边开始掰开本来两边合，经开籽迄个筋下骹的筋开始串，筋就生出来串入个水内底。咱开始一条筋，后来佫生出下条筋出来。毋过咱看会出中迄条筋上粗，边仔佫串出来筋拢较细条。这就互咱想着啥？好像迄第七色原色，佫生出前六色，咱前面色、天色、紫色色、深色、异色，以早古前人咧讲《金刚经》就讲着这个本来是一根绳基础一根绳，分为六合绳基础一根绳一条筋中间就一条筋基础一根绳分为六合绳所以讲像伫遮咱这修行就是要来转八识成四谛转识成谛。所以讲到尾嘛是要有一个功夫，是转识成谛。这个爱研究无知影啥会八识，啥会四谛所以无学毋捌啦。咱若无讲伫咧道场咧学习真正毋捌毋知有这个道理爱研究转八识为四谛这学问就这咱学校咧学的，若无讲咧教的道理上计是听着讲意识有没有清醒？那个人我过去了吗？意识有没有清醒？分离是意识不清醒袂当眼睛判断颜色人行来伊嘛听啥，耳孔也听无毋过人规方面耳孔也都有作用。人规方面只是讲迄能量无够，让人发挥功能。毋过咱个耳朵的功能还在讲袂使带大声声哭有够凄惨的，安尼讲会惊袂规空这个做意识了，都有一个潜意识咱现在咧学校咧教意识只是冰山的一角意识是浮在冰山这个浮出海面上的这个部分那还有这么一大片那个是属于潜意识冰山一角意识冰山的话，海面、水面下、海面下那个才是潜意识。潜意识那是根本这人嘛是这个第七识第七识潜意识潜
潜在的嘛，不容易发觉咱就是讲日常生活间拄着迄个景是看是色声香味触法咱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讲迄个六尘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四肢四肢对那个触觉意对那个华就是思考思考想象推理这个感受啦，等等咱若有这个接收了因为咱外这个世间这个环境有迄个伦理道德、社会一寡法则、生存法则的要求啦所以咱会过滤会当合乎这个生存法则啦社会伦理道德啦咱会使会当通过那个标准咱会使表现出来但毋过绝对迄个邪念妄念欲念一寡规法的规则的无合理的会作个念头咱就来甲压到哪里去？压到潜意识里面去。什么时候发作？做梦的时候发作。做梦光做梦那个影像都是黑白的讲若鬼床会先听到声音，会先有听到声音，然后先鬼床。上好摆我是有咧代志因为咱捌听过讲智人无梦，痴人说梦上好是到无梦以前读册听老师咧讲年纪大啦就讲久已不复梦见周公。咱会讲主代表爱梦见周公，周公是算古代的前贤圣人呢。周公也是道统名师里面的人，是古代的圣人孔子讲嘛是讲都推崇古代的圣人其实讲智人无梦孔子讲到晚年，他说圣人的境界没有梦。连梦见周公都没有那一般讲来拄咧困，讲这又在梦周公了又搁咧梦周公咱安尼想啦咱这个世间对咱人的身躯是想着讲有真的也假的这个真若要存在，要有一个体一个容器所以咱人灵性的容器就是这个肉体会当得到这个万物之灵的人体人生这点嘛是要有修炼的有迄个讲修十善业呢，修守五戒是点修五戒呢，儒家讲的这五常要得人心就是要修五戒。若是讲要做罗汉的要做善的做啥？所以讲敢若要做一个人，有点无简单修五戒就戒杀、戒盗、戒淫、戒妄、戒酒敢若要得人心，就要修五戒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仁者不杀生，义者不偷盗，礼者不邪淫，智者不酒肉，信者不妄语敢若要做善要做神做天神爱修十善这十善内底就身口意三业拢爱清净敢若要做善身口意就爱清净毋过菩萨就是留后认生菩萨就是讲留一分一点点的后就是还有
业啊，为了要来到人世间啊，成愿再来啊，度化众生啊。菩萨讲在留祸众生，无啊，照讲啊，要做天神，就是爱修习仙。心就不杀心，不偷盗，不杀人，口不绮语，不妄语，不恶口，不溜舌，意就不贪，不嗔，不痴，无三毒。所以就无简单的啦，要做到神，做无简单啊，咱道中咧讲做神看是要做300担，要做500担的迄嘛是有劲啊，所以讲爱明书指点，等于到灵性的国家中，但是根本咱像咱道中咧讲上无就是10800担10800担咧就是一个天地一个轮回敢若讲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内底佫有分12回，规个智慧开天，智慧结地，因慧生人你讲着这个一个回就是10800担所以咱讲咱这个时阵里面，就是时代演变到这个物质将穷尽咱来观察这个宇宙世间足多物质的科技的发展，已经讲是登峰造极啦古早时代哪有法度？讲这个用手机就法度联系到外国外国遐拍一管钱传过来，咱才会当接收，干法度？所以讲咱这个时代的地球咱就讲一个村地球村咱想到一家人古早就咧讲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都是一家人嘿嘿。其实毋是单单咱这个人类尔还佫扩大这个爱讲到这博爱博爱到迄个物类动物类，所以还推广素食无甲迄个众生食众生动物结恶业还佫推广素食因为咱中国古早的教人长财宋朝的长财，就咧讲着民保妇有咱迄古早人就民保妇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类其实写到咧讲人性物性一处来人心杀息同胞种将心比心是可爱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类那些小朋友在那些小动物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食物那个做神经的来当安尼真正是讲的灵性不灭智慧清明不灭当然社会就安尼就比开始讲人性物性一处来人心杀息同胞种将心比心是可爱就是劝人爱食素食毋通杀来无命毋通食动物的肉人性物性一处来人咧长财，这嘛是理学家来的以前咧培迄个长财的伟大的抱负无简单的今年咱知影长财有啥物伟大的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灵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咱道中咧做就是做这个工课有无为天地立心因为咱这道有迄个宗旨就是咧说为天地立心因为咱道代表这个正的正能量咱照这宗旨去做，就是维持这个正能量
守护这个正能量，这个是贵天地利心的哦。无心嘛叫我也开单哦，我叫迄个星球乱做的哦。啊，为生免立定啊哦，有无？哦，大人要求道啦，哦，大人得道啦哦。啊，若是民俗指点哦，得着三宝心愿哦，那是找着真正的生命哦，将来超生了事呢哦。咱若想看卖啊，讲即个哦，教科它的功能哦，那宇宙间有正物质，也有反物质。正物质它是会，讲伊这个特别好，哦，啊，今仔日摕去背底，哦，这算这包括平装的，人要做招财的哦，去灌底，啊，是毋是有一即个这水的饮料的？啊，是毋是干那有一即个？可能后边干那无用，咱就回收啊，吼，还是佫变其他的物件吼，这就是一个变化。这物质类的变化叫啥？物质类的变化叫成住坏空。哦，啊，那咱念头的变化，咱念头的变化叫生住意念哦，生出来，啊，住停留几秒钟或几分钟，一段就是意的变化，灭的消失哦。有无生住意念？不，生住意念是念头了哦。啊，咱人的身体咧，咱人的肉体，生老病死，有无？哦，咱人的肉体。你活到100岁，足无简单诶哦。那个做单位时若免插讲，免斗讲，免试车哦，对边仔斗一条讲入去，啊，怎么管迄个像迄牛奶诶迄个医药管啊，迄个医药管，啊，若要喘气，要通气到气部对打哦，对打有拢入哦。啊，这定定若带啊咧大脚疼啦，啊，用抽痰机带啊抽痰啦。哦，讲抽痰那时阵上艰苦，迄碰到那个莲哦，咱规身躯拢带真重，哦，看迄抽痰足辛苦哦。当然是当较歹，咱会艰苦是介好啦吼，所以先好就要咱咧注意讲哦，若要消点哦，两个所在一个学堂，一个病院，哦，咱来较有智慧的修选即个学堂啦吼。咱选学堂就是爱来学堂吼，参加班吼啊，先讲立定嘛吼，参加师范课吼。啊，袂世间人伊就无咧信这有当时可能讲爱拄着贵人啦吼，生命中的贵人，啊，咱有当时爱做哦不请之友啦吼，做人家生命中的贵人吼，上好嘛讲好哦介绍来对这个学堂啦吼，早点进入这个修道的行列。即摆过来问看卖，既然这个宇宙间有正物质也有反物质，那这个反物质要怎么存在呢？反物质要存在，就是说要有一个容器了。反物质如果要存在要有个容器所以咱这肉体就是灵性的容器，咱的肉体就是这个佛性灵性的容器。咱若无超过生死轮回无民俗指点，无超过生死轮回，就是会轮回，一直轮回会轮回转世的生命会这样循环因为这个反物质要找到一个容器，继续存在这个宇宙中所以讲这个肉体歹去即嘛，人讲我就爱过身要去投胎转世，要用一个容器一个肉体一个容器继续这样生死的那轮回所以民俗指点会当
找着真我啦找着真我来追求这个慧命做功德将来要超生了死超生了死就是毋免过这个轮回有时咱安尼做，因为这个宇宙有坏掉的一天宇宙刚开始怎么来？因为有大爆炸，然后有正物质，有反物质然后宇宙也是有成数坏空到了要坏掉、毁灭掉真物质也不能存在了毁掉了真物质也不能存在了所以反物质就没有一个存在的容器了所以咱来救这个灵性，救这个灵性，等于顾他了咱就讲要救咱的灵性，所以等于无叫你去顾他了无要安怎把这个宇宙存在？无所依靠没有物质来做容器没有依附没有无所依附所以对这个会有这个科学的功能就是安尼即咱来读安怎帮助咱领悟帮助我们领悟咱知影讲这个智慧名书记点了，咱嘛要知影讲，咱老身心灵针对这个身心灵咱就要安怎人个基督教咧讲啥物三位一体咱就讲咱儒家的经典讲诚心心一观基督教咧讲三位一体天主圣神圣父圣子，天主圣神，天主圣父，天主圣主圣人的圣圣神、圣父、圣子圣神地囝咱三位一体，敢捌听过？咱世间咧听讲身心灵要健全身心灵要改革身心灵要净化世间咧听有无？若无讲咧听咧，你管还是了不个上加听着讲身心灵要健全要做身心灵的改革要净化我们的身心灵咱若无个听我道教咧讲三魂七魄若儒家咧讲性心生一观，性心居内叫自觉按照自觉以外要觉他所以讲有明觉心灵机与具先身形住外就是觉他还继续得道就觉他达到具先咱会当讲个家己圆满成佛佛教咧讲个就是自觉他家己圆满，咱会当成佛儒家讲个明觉心灵机与具先大树才高岭咱这本书讲诚心心一观即摆咱就来探讨，咱咧学校的教育是咧教咱啥？学校的教育是咧教咱讲着这个，因为相对传统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就相对传统教育传统教育咱就想着啥物货？咱若是讲对传统的教育，咱就会想着啥货？三教九流其实应该是儒家道家佛家
儒家、道家、佛家，哦，毋是针对这个教啦，教是一种教化啦，你成为真理了，哪有这个教化啦，儒家、道家、佛家，伊这个家比这个教还佫较原始啦，按是有这个儒家后来当讲有这个讲了这儒教道先有这道家，后来当讲有这道教先有这佛家，后来当讲有这佛教安尼较知影所以咱这个讲好的教育咱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三家就是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若像这个回教较接近这个儒家，回教回教伊斯兰教按照回教徒叫穆斯林，因为教主穆罕默德斯就是这个多斯的斯林的森林的穆斯林咱都讲回教，但其实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是遵守戒律、遵守戒律伊斯兰的意思就是遵守戒律这五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回教、耶稣基督教耶稣教基督教咱一般儒释道耶回啦，耶稣的耶啦耶教包括有基督教、天主教像那个俄罗斯也是东正教东方的正义东正教。当然，儒教里面戒律最严格的是回教回教徒不吃猪肉因讲什么猪啊无猪的生产过程生产过程不干净，不卫生回教徒不会讲猪其实应该是讲猪肉种种的肉不吃安尼有这吃素的原理讲素食的原理就是安尼猪肉不食咱知影回教徒强调讲猪肉不食其实真正可以是种种的肉都不能吃，就是要吃素要讲素食回教的教义比较接近儒家，它实用基督教应该是接近儒家还可以再研究因为咱的儒家是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注重的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咱可以回到遐咱坐人袂乱遐咱坐人咧祈祷礼拜袂乱，这咱无简单因为我是注重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家是注重什么和谐？道家就要想到大自然清净无为大自然，所以讲心灵环保心灵环保心灵会给它带来大自然和谐，心灵加大自然和谐，敢会随便讲看见一只鹿仔伫咧草原咧走过，要想要甲弹死，要甲掠来食，敢会袂心灵跟大自然和谐的一样万事不要跟那个宇宙间的万物和平相处对吗？就不会看到动物就想要把它杀掉把它煮来吃道家注重的是心灵与大自然和谐。
那佛家注重的是什么？福哦，福高哦，福高。咱就来知影，我这字福是啥意思啦？咱这字福了，做家己意思呢，福是家己意思哦，福是家己意思安尼。啊，福了，咱讲爱万年好啊，有没有？福了，更难讲爱万年好啊。那万年后呢，就只剩下良心、本性、自性、佛性。这个字叫做禅。禅的意思就是觉醒。禅的意思就是觉醒呢。一般都想讲坐想要坐了灵魂出窍。得着啥？有危险呢。因为咱人讲伫这宇宙世间轮回转世人来活动啦，看食人个骨头，讲对龟山啦，有形中做看偌济啦，身口意业看偌重啦，可能拢欠到足济啊，拄坐禅，灵出窍拄好冤亲借酒冤亲借酒拄好趁虚而入，这不是咱家编的呢，无在有够像有迄个故事，讲有人面疮的故事啦有无？按表迄个曹操拢去互边人害死啊！迄外拢死的呢。人咧，曹操只是建议讲朝廷要削减那个诸侯国的封地因为诸侯国叛乱七国之乱里曹操建议皇帝讲要削减那个地方的势力安尼毋但无力量来反抗朝廷中央政府连让个说坏话结果皇帝就把曹操给处死。曹操讲无经过那个法律审判的程序他是穿着朝服就是说。像讲人咧上吊上吊穿着朝服忽然间被下令抓去斩杀就是没有经过那个审判的正常的程序那人做完弄死做唔甘愿死曹操的灵魂一直咧找迄个冤亲债主的正常冤案人冤案后来讲有修炼足济世拢做迄个大修行人，佛家高僧你到唐朝时代，讲皇帝讲属于啥物？讲宝座呢？当时迄个太师座讲趾高气扬欢喜人必须骄傲的安尼冤亲债主的入侵生了人面疮后来讲要刻慈悲三昧水忏，追偿那有法度消除那个人面疮咱咧道中咧听讲话就讲很有迄个道亲的故事只要有天公认定要有修行者所信的善根度人的功德回了冤亲债主。安尼才有法度保住性命这是真心咱台湾朋友发生的代志叫咱石湾山义和圣堂有帮忙着就是讲迄个过程是伫咱神岳山庄义和圣堂求到的那创造出迄个朋友有迄个活动袂歹咱有修行的就是走向那个善的一面所以咱这个佛家要写啥？讲遐济安尼佛家要讲写啥？佛家要写什么？佛家到底在追求什么？爱情讲到他的内心内心的世界
心生种种的发生啊，心灭种种的烦恼啊。万法由心生啊，万法由心灭。唯心所事，唯心所现啊，哈，唯事所变啊，哈，心事变现啊，所以啊，讲就是要净化哦，内心的净化。所以讲内心是啥物原因会造成袂净化，到吵闹啊，到纷扰、恩怨，就是情感跟理智啊，情感像火啊，理智像水啊，所以我老是在那边不相容啊，所以要修炼啊，修炼达到和谐啊。无恙和内心情感与理智的和谐，无恙和。嘿嘿，所以佛教有18罗汉，有迄个降龙伏虎佛教有那18罗汉里面有降龙伏虎，18罗汉扎地公16罗汉，有加迄个这梁武帝，去加布袋和尚，伫印度的今日中国的和尚咱中国的这18罗汉降龙罗汉，伏虎罗汉，降龙罗汉较捌咧听啦，讲济公活就是什么罗汉转世啊，这讲话过来，降龙罗汉，降龙罗汉转世，降龙伏虎嘛，佛教是咧讲啊，有讲的降龙罗汉、伏虎罗汉，降龙伏虎，所以就是讲爱内心情感理智和谐有无？内心情感理智和谐。但是教育嘛是安尼，我们那个教育就是在教这样人际关系和谐啦，心灵跟大自然的和谐，这发展到那个环保了我们比较有印象就是注重环保注重环保内心情感理智和谐，就是发展到这个可能是两性的平等两性平等要注重两性平等两性平等，伊是了，佫会使安怎做？即马咱来想看卖，各位经验，咱来想看卖咱来想。咱人为这世间拄着代志是安怎会安尼想是安怎人会想了足高明的，有诶是安怎想，拢想迄个拗步啦，所以讲这就是有迄个正能量甲负能量咱人诶思想嘛是有迄个正向负向要行迄个正能量诶做伙咱修炼修行人就是正能量的所以要学道要修行咱若想起想起人生观里有没有？人活着是不是有人生观？想起宇宙观的世界观。各位天人，咱来想看，这个是这是宇宙观还是？这是宇宙观还是世界观？自信观是对认为遐配合咱世间咧讲的配合世间咧讲有人生观有宇宙观佫有啥物观？宇宙
宙观、世界观啊，都有讲自性观。答案要出来了哦，答案叫做什么？价值观、价值观。是安那，恁内要去修行，咱修行较有价值啊。世间的财富世间用啊，世间无大拢无路用。你同行的同土的家财来做世间的土，安尼较有价值。这个叫做价值观，有无？如果他有为甘愿咧布施遐济布施足侪钱呢，要为着要追求这个天上的天公天后的增加财存款按讲价值观就是安尼追求天上来，对这配合出来儒家追求人际关系和谐，所以要讲人情观人情观道家讲的人心灵跟大自然和谐，注重环保的所以有讲的世界观、宇宙观。佛家内心情感理智和谐这种讲的价值观咱要修行的人，伊嘛知影讲咱行这条路对肯定自己的价值虽然讲可能无啥物财富啦可能无啥物名无名利无地位无财势足辛苦毋过肯定修行，这叫做啥？这叫做什么？安贫乐道，修行人就是安尼安贫乐道以前像我做老师的嘛是讲这安贫乐道以前做老师的薪水足少的嘛是讲安贫乐道这就是内心情感理智和谐才能够安贫乐道儒家讲就是安数位而行，受机为履行不玩其外数其位而行，不厌乎其外若讲着世界观、宇宙观咱人伫这个世界，咱人伫这个宇宙中敢会使讲为人独尊那个动物都认为应该被人所吃的，会使安尼一个有无？要跟宇宙间万事万物和谐讲到这也要爱惜动物有无？也要动物保育也不能违反动物保育法有一些保护的动物随便抓了还要被处罚呢，即摆讲的话这堂课都唔通搁去查看啥人发生的有人就是讲可能去山顶爬山啦看到迄鸟足水的就唔知有啥物办法才会掠着迄只鸟咧掠着啥物鸟敢知？会学人讲话毋过毋是鹦鹉咧，毋爱讲是石棺了结果就关到迄个笼内去养鸟笼可能你爱人毋知影违反动物保育法结果有转手啦转手去送互别人别人嘛可能毋知影这个违反动物保育法，叫查着了就来管就接收以后把那个鸟笼就挂在那个屋檐下就屋檐外面就是那个人车很多的大马路那个大店对我们这只鸟有人讲话呢，会讲早安你好
哦，咧点哦，咱人除了经过嘛会较注意啊，翕相录影，送去你嘛讲，哎哟奇怪，会叫人查着啦，到底是拢啥物单位拢咧看迄啦，结果无偌久讲无伊啊啦，迄遮人也无伊啊，跟问迄个知影人讲就是人来查，你也袂走，你若搁追求的可能有一寡人爱要花钱啊，若要搁追求的甚至赶紧将这鸟了去照顾，这鸟了去照顾，因为迄种动物保育那个鸟不能随便被人抓去养的伊早咧看这讲若世间人随便去野外掠一只鸟来看到鸟笼仔内底安尼饲来世可能会得到迄个牢狱之灾，爱饲鸟来鸟本来伫咧宇宙空间安尼自由自在自由自在安尼飞竟然家己来关在鸟笼仔内底，鸟受着啥物果报？后世人关到迄个监狱啦，牢狱之灾啦，偌可怕！讲毋捌毋知真捌真惊毋捌毋惊，真捌真惊讲到这个世界观、宇宙观人讲万物，平等和平相处。咱这古早的道家就有迄个观念迄叫做啥物观念？古早的道家就有迄个观念，迄叫做啥物观念？万物一起平等，万物一起平等。有无？人生要生去厝拢是老母娘的，就是因为讲迄个做的业无共款，感受到的果报无共款咱做人的惊人的体，做动物的动物的体果报造成那个形状不一样外形不一样，它的灵性都来自老母娘讲到人生观人际关系的东西各位的怎么样的人生观？要有健康健康正常然后光荣都是好的正向的有无？我爱追求正向的人生观有无？咱的世间人是安尼追求讲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有没有注重这个和家和万事兴即马还佫注重讲会当全家规家族拢会当修行，安尼上介好达到那个阳间跟阴间的阴间的是讲像讲以早各样的祖先的用咱的子孙那个归空的祖先拢会达到和谐达到和谐毋是单单咱外的人的家族亲人之间的和谐，毋是讲单单咱这个家庭外靠社会别人的家庭的和谐咱这讲拢是连同子孙几百年前是一家人其实放大来对个灵性来讲，拢是四海之内这些兄弟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伟大把小爱变成博爱那就是并行。我们都是一家人，全球同胞都是一家人世界观、宇宙观的地球是一个地球村一个地球村价值观就是讲要共存共荣不要因为对立破坏
毁灭的世界毁坏的世界有无？咱若想想讲，这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要用手机也袂当外国的人，就讲去美国的人安尼用手机就我当今台湾这样联络。这样好的这么好的条件到底有没有帮助大家来修行，规个家族的拢修行，有没有帮助哪样有网络资源可以用到网络资源的话，这个以下也是后学看那个网络资料知道了。他说，因为网络科技这么发达，大概宗教文化大概也可以利用这个高科技网络大概50年内就可以完成那个使命那个是教育咱这有当去上课嘛是一种的教育咱即马有电脑、有手机有网络，这嘛是咱做教育要超越时空有无？超越强热那个寒暑很辛苦的超越那个硬性规定还坐在这里忝袂当叫一个我看到有讲热就规身躯寒若有迄个高科技帮忙能够善用会更好。每个人拢会办大，容易劣根性的怠惰，学没多久就被那个欲望给拉走了。歹处就是安尼就对了，无对，网络发展方便无毋对。毋过嘛是很有一寡人热心于伊就咱引诱去买他的东西看他的东西，什么会吸引人？什么会引诱人？情欲情欲色情，所以这歹处的这为读册都认真的研究要找资料，偏偏伊就做生意的出一个情欲干扰的来搞广告诱惑干扰若讲无迄个便利真正很快就去看他的产品看他的广告当然扭去迄个情欲方面去就背离本来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学问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去研究看免处理其实人迄电脑专家嘛是有设计讲卖迄个成人的资料、成人的信息进入人迄电脑公司有法度设计迄个有透过什么程式设计阻挡广告的就类似阻挡那个成人的那种东西那叫法度设计到安尼有是乐观其成无咱若敢若想着足恐怖的、足可怕，这代志拢袂做就只要讲累积了人类很多的资源会善用就得其利不会善用很受其害所以要加以善用讲到这个宇宙观、世界观就是要达到这个万物一体，这嘛是透过遐修行知影的无透过修行，嘛是人类有独尊的观念虽然人类是以万物之灵但是袂使讲要食人动物的肉要来为食素食，为食素食做起食素食讲去修行第一步爱食素食做起价值观我是安尼想这个修行毋是讲为着要得到名利得到权威权势毋是讲要追求迄个道中的名利权势名威
修道，本来出发点应该毋是为着要得到迄啦毋过有天职啦有天职就是讲有人要做监理，有人要做点排处，有人要做领导，有人要做组长，那是为着工课任务，工课任务的分配啦、制定啦较好办啦对迄个管理的原理来讲，就是要安尼分层负责嘛分工合作嘛迄就是一种的组织的力量啦袂像一般散沙就无法度发挥功用变成浪费人的资源袂得到特定资源的咱善用的发挥更大的光明出来安尼价值观咱讲的修修甲衣食自然咱若讲会当做到偌大不能袂使求啦要有所求啦求天觉，要求天觉，而不是求人主天觉天觉为尊无修到变成我搁咧追求无即方面的修安尼就背离那个原则应该是天觉比人觉要贵重天觉就是仁义忠信乐善不变天觉就是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要注重天觉，毋是人觉人觉就是公卿大夫，迄就是世间的权势名利地位修行就是追求的是这个天觉因为照讲要讲足详细、足清楚真正要个引经据典所以要特别资料，要讲足多出来感觉真无简单可能这是那个弱点需要学习的地方因咧讲这个开地名是因为这个咧写资料的过程我去想这个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因为这就是拢配合咱咧讲的身心灵咱明明嘛无肉体咱若惊人做伙牵涉着讲迄个人际关系的无形因为咱有这肉体心灵这宇宙观宇宙观较像咱的灵界灵界层次咱若讲无杀心无欠无迄个完全介绍安尼归空嘛，做做归空有无？因为惊迄众生就无结落去嘛归空嘛，较归空嘛讲较袂对落迄个地狱受辛苦无欠他嘛价值观就是讲对这个心的部分因为这是身，这是灵，这是心心互咱个人想，互咱个想法互咱做参考因为互咱想着讲这个咱人三魂三魂想轻飘飘的后是重而下坠这个人生观是跟肉体有关的，肉体有关的，想着对这个生活这个宇宙观呢，世界观想着灵魂这个价值观想着觉魂这嘛是看人的显书咱有迄显书呢显书就有讲着迄个三魂
生魂绝有灵魂。因为要配合这个肉体所以讲这个生魂要配合这个灵身心灵所以讲灵魂。其实进化以后叫灵性、活性良心本性有带业的不清净的叫灵魂。那觉悟就在想的心有无人是不是有身心灵是不是？咱今晚有正走向加尔万事心这个方向这正方向。有走向有吃素修行走向万物一起的这个方向有做到要跟众生不结恶缘的这个方向就是要达到本性光明本性光明那这个心有安贫乐道吗？有知足常乐吗？咱讲伊这个教训有世间人咧讲的其实嘛是要参考迄个人咧看善册，跟从算迄个软盘出来善册咧讲迄人归空去了，这个生魂是迄个遗体还是迄个骨灰还是迄个坟墓了遗体骨灰还是坟墓了这生魂那觉魂是在神主牌觉魂是伫神主牌那看人咧讲，每次拢有请有名望的点传师还是地方的点官做点主官点主官来做点主还是神主牌神主牌就是甲教魂有关系。咱甲注意观察迄个点主官徛伫旁边可能有问迄个主啥主席的拢叫家属迄大孙二孙三孙，要有大囝二囝三囝叫大孙等等嘴开开一个小气咧，小气呢有无？气落迄个朱砂笔朱砂笔，气落朱砂笔，这就是一种的象征说有咧气呢有咧气就所以讲教魂就是迄神主牌所以讲有经过这个点主的仪式象征讲这个教魂的入去这个神主牌无敢若一张纸写安尼敢有无感应应该是讲无感应无感应就无咧作用咱有人世间的道教的迄个神像嘛是要经过开光点眼要去用去镜反射迄个阳光照入去了眼之间象征象征讲迄个光灵性活性迄个神进入那个佛像里面神像里面有无无像一款仪式就是爱朱砂笔开光点眼开光点眼讲袂到灵魂跟着去讲伊这个灵魂跟着去灵魂就是讲看是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一般的无求道的听清楚那是我看册的是一般的人归空去了爱先去成方庙、成方爷报道。若善的是请去，若恶的就是七两八两，迄嚼口数了嚼口呢，拗去，了去拗去，是要请去较好个，要了去拗去较好。就是还有修行嘛就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毋是无报，时间未到做生道有底就是安尼，讲歹人无惊，
安尼是一个好来好去，哦，是一个好倒转去，安尼嘛有价值，哦，敢若讲哦，规空也是人来请去，安尼就做价值，哦，毋是叫请来买来，用咧营区安尼压去了，啊，安尼就做价值，啊，毋过是讲减价一寡苦啦，哦，会当讲民事指点哦，超完迄个4轮回。超过4轮回之苦，那佫较有意义，较有价值哦。办迄个出境的手续是去城隍庙、城隍爷遐，城隍爷吼，遐办迄个出境手续哦，无简单的吼，人哦，规口人过往的人过死的人，哦，是讲来去办迄个出境手续啊。民间办的就在办都户啊，储户啊吼，去户政事务所办的储户，哦，另外佫有财产的问题要处理的，哦，迄个都无简单。照讲应该是要先去办出境手续，要去地府报的，哦，城隍爷那边办的出境手续，以后再到地府报到，哦。咱讲民事指点的安尼哦，名都无伫地府是要去地府报到。咱讲哦，民事指点哦，伫道迄日哦，讲有请着3官大帝哦，用咱的名哦，大地人天的名哦，去天堂挂号啦吼，天堂挂号呢，哦，了咱去地府拄名呢，哦，咱一般的人拢想讲一定是地府先拄名，了咱去天堂挂号，毋是啊，爱3官大帝先用迄个量天表文哦，迄有写求道人的名吼，是先经过人天王遐去到天堂吼，先去办迄个做天榜挂号、天堂挂号，哦，了咱去地府抽名。地府是生死簿的名，画雕，哎呀，你照讲到应该毋是去地府报道安尼，哦，正常的就是安尼有求道的，就是讲要去地府报道，哦，查伫遮查福济的吼，毋过，真该吼，礼拜日听迄个曾讲师咧讲，甲有一寡求过道的人，较无法度上天堂，无法度吼。讲咧三宝袂记记啦，三宝袂记记吼，一寡基本的礼节也袂了吼，所以吼，即个部分看变咱加减吼，是毋是？吼，迄足济来求道，咱足赶足紧的，结果要拢走来，吼，其实毋是咱无必要讲清楚的吼，即个部分就是看要用啥物方法吼，有机会佫讲清楚安尼吼，咱嘛是有心有力要去遐帮忙。毋过对方嘛是互咱难得的困难，就是咱咱就知影咱做安尼，所以讲是当天慈悲啦吼，咱帮忙增加能量吼，咱会当讲救人救到底，当然，你从来当然都搞阮若有困难，都甲佛师尊求啦吼，像佛师尊禀报啦，有。祈求帮忙加灵加智慧帮忙完成渡人来成全人的工作这个天人合一啊，这真正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般都袂晓安尼做咱袂注重的讲这天人合一的力量天人合一合起来才共办歹势讲了无解好真正毋知要怎讲，上盖无简单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说来说去不简单，如何是好？不知如何是好，所以要学到，要继续的学无共款的时代，无共款的思维，无共款的任务，人的角色都在变所以这人无康回嘛，拢在变，需要智慧不断的开发智慧
有智慧，不能够解决问题啊！那智慧嘛是讲为了要解决问题啊！不为真人，刚刚听过蓝天普渡虎啊，蓝天普渡虎，然后机会网络甲搜寻，蓝天普渡虎，大开普渡虎。啊，就去搜寻一个善法堂，善有善报的善，佛法的法，善的法堂。这可能就是咱要需要了解的部分啦因为咱虽然讲咱听道理咱有真济咱无了解所以天界的事有足多咱无了解。即满你讲的咱做参考啦无一定对因为我嘛，毋知影对毋对咱若袂使讲就袂歹讲。咱当中咱讲咱若食猪刀、食素食清口的，以后规空了后，就是去到弥勒祖师迄个弥勒落院弥勒净土落院斗顺得天落院若无清口的，就是迄外院外院就是有了男女的业望，伊即个业望顶。外院有业望，内院该无男女的业望啦，无男女的业望，就无简单安尼佛教的法师，咱着毋知影看即几仔日看着佛教的法师伊讲迄个弥勒天宫多帅天宫没有内院外院之分，这到底是从哪里看来的？弥勒多帅天宫没有内院外院之分，到底伊是去伫考看啥物资料？咱有机会咱来研究看卖，到底是要安怎破解这个问题？因为咱人讲内院讲足久讲足简单即个佛教法师讲的是真诶，是伊是有要导人去佛教的，咱安尼讲。所以讲咱咧讲要尽量要推广去灌导，要导人来求道佛教伊就一定要总之咱去灌导去传的这就是讲无代志无遐好做，就是讲佛教搁拢会利用迄电视台遐方法的时阵传的咱灌导就无啥物电视台遐方法安尼讲的所以这个部分毋知要安怎处理要啥先准备发连家地位咱道中咧做的真正就是讲我师尊讲的我们不与人争强斗胜我们要做一座桥梁任人践踏以毁谤有我们师尊是毋是安尼交代任人践踏以毁谤我是西方以极乐是我们是人间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任人践踏以毁谤我们屈身至都无看单好谢因咱占了咱的时间可能有啥物唔对的所在请谁咧准备遐多咱建筑师领人主任总长这边准备安尼基本的帮忙修正谢谢高光老师。请得恩慈悲前道一公，坤道一公，莲师晚安，请坐下。喂，咱明天掌声送给请大家的晚安。莲师。
因为咱伫顶一厝顶礼拜的应该是迄个电文室的华会吼，所以讲应该较无拜班，无拜迄个弹琴班。当然，伊到底是开拜安尼吼，或是真嘛上好啦，咱就是照过就好啦。多咧咱赵老师吼咧准备就是讲，当然伫佛教来讲起，咱是讲念的净土咧，是有类伊甲大义啦吼。当然伫佛教来讲起，伊就讲无所谓的类义甲大义啦吼。因为伫咱即厝一贯道来讲起，所修的是弥勒法门，弥勒法门。因为或是今日拄好伫遐要转来咧，想讲迄个弥勒经吼，伫谷歌吼，甲伊出来看卖看，伊内底解说啦，无干那当地咱念嘛吼，毋知内底意思嘛，迄话真深吼。咱无一定了解，讲深毋是讲深啊，只是咱毋捌对迄个方向去甲伊思绪过啦。当然先不来批训金刚祖师来做即个弥勒经的，当然伊的含义，咱也无人甲咱解释，就是像较早迄个经典看本文，经典看本文无解说互我嘛，有时还是体会不到。迄是后来拢有甲伊注解过了后，咱讲安尼吼，比较较会通安尼啦。因为或是甲看，就是讲伊讲着对一句，即摆就是讲风用了道离家去。当然，即就是讲，伊才甲咱讲弥勒祖师伊的应运，即个释迦牟尼佛伊的应运。就是到良时，到良时尔。所以讲，伫迄个弥勒经内底，伊嘛有记录的，就是伫释迦牟尼佛伊应运，当时即个弥勒祖师要去拜释迦牟尼佛的时，迄是伊个细汉，这是无要今仔看结果拄好干那弥勒祖师要拜免跪。因为世尊伊就讲，伊搁3000年后，伊就是未来要接伊的。释迦牟尼佛就知影，迄阵是咱弥勒祖师个细汉，但是伊真有佛业，真有佛业。伊要去拜迄个释迦牟尼佛的时阵呢，唯有干释迦牟尼，干那弥勒祖师、弥勒佛，伊免家己跪的，因为世尊已经知影讲未来就是伊应运。要承接伊，迄是今仔看是安尼。所以讲，过去为虾米咱有讲阿弥陀佛、有如来佛，还是释迦牟尼佛？咱才有讲有弥勒佛，弥勒佛的法门嘛。就是讲你阿弥陀佛未来，你就是往生阿弥陀佛，伊是教主。这是听讲伊对一个佛对一个佛吼。你对伊的信仰未来，你规个就是迄个净土的啦。当然，咱即摆就是讲伫弥勒经咱即摆来讲弥勒祖师伊的应运，所以伫弥勒经内底，为虾米讲泰国和尚来祈祷无来？因为这或许有交迄主持讲过，要交伊想讲可能毋知嘛结果，我咧讲的是，伊讲这伊知影，伊嘛知影讲，当时释迦牟尼佛有甲伊交代即个佛教的地主，伫伊结完了后，未来就是弥勒祖师的应运，所以你未来一定爱规定弥勒观想内底。所以你甲伊讲，伊讲烧啥物啊？因为即摆来讲，伊时运已经转换上到这个时阵，伊弥勒祖师的应运。所以咱正修的白羊弟子修的是弥勒法门，弥勒法门。那么弥勒法门来讲呢，伊可以
待业往生，伊即嘛好是可以这个所在。啊，所以讲待业往生来讲，当然咱嘛是爱去到迄个所在，咱嘛是爱再续再变。哦，只是讲，咱较早即讲得到道了后，一定要去地府去嘛。哦，但是咱求道了后，地府抽命天堂挂号过来，赵老师去讲一个想法，讲先去挂号然后再去求命哦，这或许是毋捌听着安尼讲。拢嘛知影讲吼，地府抽命了，当去天堂挂号安尼啦。哦，啊，但是伊个实际是啥物情形？啊，或是甲想袂讲，可能过其次啦，咱可能也袂去探讨出迄个问题去啦。哦，啊，应该是，哦，会拄命地府抽命，啊，天堂才去挂号安尼嘛吼。哦，啊，其实当然啦，你若讲规定讲爱先去挂号才去拄命，但是咱无去研究遐，啊，不管啦，吼，我们也不要去管，就是讲有机会啦，我好有去看的即站哦，安尼证明是无，我还佫有捌听着即个问题啦，吼，咱无听着。啊，当然就是讲，因为咱若甲想，为什么求着道的人，伊往生的时阵，伊会当非常的安详。真的所谓，伊毋要经过地府，伊即时会当。因为安怎讲呢？就是讲，伊离开即个身躯了，无共的即个几度空间，伊就去了解啊。但是咱迄个几度空间我们看不到，所以或许你讲老师伊讲的，讲毋茫伫阴阳两界的时阵，你等下会对不起，太慢，因为你无法度在倒转。哦，啊，所以讲伫迄个几度空间内底，咱的条件咱看袂见，除非讲咱讲阴阳界的人啊，哦，啊，所以讲咱毋知讲迄个几度空间，啊，但是过去对头根深蒂固的是人是一定要经过严厉的手，哦，根深蒂固就是这样。但是咱起码就讲有得到道了，伊既然甲你讲哦，你毋免地府抽命就无啊嘛，直接天堂挂号就是弥勒净土嘛。哦，啊，当然弥勒净土来讲起来，哦，咱伫道场来讲就讲有内院甲外院，当然就是讲咱有参考，为虾米鼓励参考？因为内院讲嘛就是理天嘛，就是天佛院，哦，啊，就是你外院，你的意见还没达到那个情形，你要进入内院就会有困难，哦，都会有困难，哦，啊，所以讲，但是你讲伫理天。嘛有天道啊？为虾米理天有天道？哦，啊，等于了毋是袂歹啊。所以讲哦，这个应该是就是讲哦，当然咱若修无到，当然就是一定要再修再练嘛。哦，若果毋是经验足严重的，就是伫遐修。哦，迄个修就是讲比一个，你内心还有贪嗔痴，伫遐就是要互你，要甲你度迄贪嗔痴的。要调讲互你去，然后伫迄个所在，你可以把它收束起来，安尼才会当过关对。哦，迄是听讲是安尼吼。所以讲咱真会当去证明的，就是讲地府抽命天堂挂号，我们真的可以达到待业往生到弥勒净土，这是真的，毋是假。这嘛就是讲你今日得到道的福利。嘛是上天已经互咱的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就是讲，伫大道普渡，咱就爱要安怎尽鼓励道亲来求道，伊就是差伫即个。虽然咱咧讲道这普渡一年也无来修，但是你毋过你会当受命出一致呢，当然呢，你就会当来讲讲往生意图，你就有那种福利可以达到那种意见。有当时就讲伊无来得道，无验证的时，当然拢无机会；伊有验证的时，伊就有富裕的可能啊。你像咱迄个父亲，敢有证明一点？真正啊！你若讲你无去父亲进一步，互伊去了解较济，当然伊就是安尼，伊就有来好，无来好。但是你父亲了，嘛就是讲咱尽量会当，因无了解，都会了解较济。即马了解较济了，当然会通去投资啊！你若讲去投资，会趁钱，你若投资，
袂啦袂安尼啦，无可能的代志啦。所以讲伫遮个所在，咱来当去证明的，讲为虾米咱来动人成全？动人成全，毋是班一年啦，班一个月一天真的就是比较困难啦。这里阮咱去访亲这段时间呢，你看独立新会班有起人，启会班有新面孔，杨明讲，因为昨日去讲，即摆比较侪新面孔互我甲讲，咱新面孔对对来，你也无去找因的啦，若无找因来，较早就来啊，对无？所以讲的就是讲，伊无了解讲的，他要参与就会比较困难。咱嘛照着讲以往亲来讲嘛，真的有节礼。咱来讲一点都嘛是真安心的，无法讲。所以讲以往亲这一定要积极管管，真的。有时间加排话积极者，无时间当然就是，当然就是讲逐工啦。阮今日拢无时间，无时间就无时间嘛。若有我们就多投入，安尼来做，真的来是自己了变的。咱讲起来嘛是安尼啦。所以不是异人，是达人嘛。咱今日毋是讲我厝拢有人好，其实别人的成就顶家己的成就，对无？兄弟姊妹成就就代表咱付出有够嘛。安尼讲无了变嘛，就是有了变。所以讲呢，或许咱感觉讲，当然伫这段时间，或许嘛知影大家是足苦啦。但是有可能伫落霉啊，落霉较无感觉足辛苦，当开始咧做足辛苦有呢。迄个人家讲，真的你要投入，因为安尼讲的，这个毋是纯粹，迄个咱个食饱闲的，哪有辛苦？但是你即摆突破迄个瓶颈过了，那一种迄种会较自然啦，较袂像咱开始的时候，迄啦。做甲迄个心不甘情不愿就下来，对无？就心不甘情不愿，一边了变一边埋怨的。你若落实较落实了，就感觉会，因为主要是会成就啦。有人家看到咧，姊妹咧出来还是讲咧点灯的时阵，安尼来讲安尼辛苦对啦。就安尼慢慢练到尾啊，有较习惯。这个习惯就大概保持好条的。毋通怎迄安尼不该记对嘛？安尼恍神一下结果伊安尼，所以或许毋知讲习惯以前讲你保持好的习惯是好代志啦，养成不好的习惯是不好。所以讲既然有法能达到这一种情形，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不断，那一种热忱啊。会当热度甲保持好调，相信一定会较好袂较歹。因为即摆去参班的，其实迄人拢有咧参班嘛，伊毋是讲我一班了就好啦，对无？你像福利新的班了看，普税稳定普税了后，伊也无。所以你甲看讲即个路途无，咱来甲想，咱拢想讲互我较早拢想讲伊到新湾山。你也像咱即个白起日班后礼拜，佮福利新的班啊嘛，我定定讲，当然去，你甲讲，普税的人共款嘛是遐啦。所以证明就是讲路途不远，因有吸收，有吸收。所以讲呢，这是咱个努力的空间啦。所以讲伫咱即届拄好上天慈悲普渡咱就当好好把握这个。那当然，他都你讲到灵魂交灵性，敢有共款？什么叫做灵魂？什么叫做灵性？这听讲足侪人都会搞混毋知是安尼讲，但是毋知伊的差异对，其实是有差异的。灵魂是灵性，那你住信佛吗？当然是当安尼讲，当然头拄赵老师有讲，有求道的，为什么讲这叫做灵性？无求道叫做灵魂。这嘛最近或许咧找这个。